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菠蘿媽講故事。今日要講嘅故事係獅子與老鼠。從前喺一片大森林入面，住咗一隻威猛又大隻嘅獅子。佢係森林入面嘅大王，所有動物都好怕佢。有一日，獅子瞓晏覺瞓到好舒服，突然一隻細細隻嘅老鼠喺佢身上跑嚟跑去，仲踢到佢個鼻。獅子即刻醒咗，超唔耐煩，伸出佢嘅大爪，一手就捉住咗老鼠。獅子低頭望住佢，惡狠狠咁講：你竟然夠膽打擾我休息，我一口就可以食咗你。老鼠嚇到成身震，細細聲咁講：對唔住，對唔住，我唔係有心嘅，求求你放過我啦。可能有一日我可以幫到你㗎。獅子聽到呢句，哈哈大笑，就話：你一隻咁細嘅老鼠，幫我？哈！但可能因為獅子心情好，佢最後都放走咗老鼠。有一日，獅子喺森林行街嘅時候，唔小心跌入獵人放落嘅大網入面。佢點掙扎都掙扎唔甩，越掙扎綁得越緊。獅子又驚又嬲，開始大聲咆哮：救命啊！有冇人啊？啱啱好，老鼠路過，聽到聲音，佢望一望網入面嘅獅子，冇諗太多，馬上跑埋去。老鼠話：唔使驚，我嚟幫你。老鼠用佢細小嘅牙，逐條繩咁咬，咬咗好耐，終於個網爛咗，獅子成功自由啦。獅子望住老鼠，由衷地講：多謝你，我以前睇小咗你，真係唔應該。老鼠笑住話：每一個生命都有價值㗎，唔一定大隻先可以幫到人。從此之後，獅子同老鼠變成咗好朋友，佢哋互相尊重，互相幫助，快快樂樂咁喺森林入面生活。小朋友，喺呢個故事入面，菠蘿媽學識咗3樣嘢。第一，唔好睇小別人。有時候我哋覺得人哋細過我，弱過我，冇我咁叻，但係佢哋都有自己嘅能力同價值。每一個人都可以發光，唔好因為外表就決定人哋嘅價值。第二，幫助別人係一種善良。老鼠冇因為獅子以前笑佢而拒絕幫忙，佢選擇用善良回應。當你肯幫人，你嘅心會變得更加柔軟同強大。第三，世界上每個人都需要別人，無論你幾大幾叻，都總會有需要幫助嘅時候，所以互相支持同合作好重要。記住啊，小朋友，細細個都可以做到重要嘅事，善良、包容、互相扶持，能夠令世界變得更溫暖。如果你鍾意呢個故事，記得讚好同埋訂閱菠蘿媽講故事，支持菠蘿媽繼續講更多溫暖嘅故事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